你知道一个人和我长得很像的概率有多小吗？主要是太巧了。你出事那天，刚好你也不在，而且你对大家都很好，好像谁惹你也不生气。所以那天吃饭你找我茬也是这个原因咯。我是觉得你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我才没生气啊。结果你试不出来就把我推泳池里了。推泳池是我以为 AI 进水之后会有破绽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跌到水里之后，它会关闭他们的模拟呼吸生理技能。还有上次你脱衣服处理那个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那是你的开关呢。你说这个呀？这个是小时候被烫的疤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，看我会不会关机？你来试嘛。骗你的！玉玉，让同学留下吃完晚饭再走吧。不用麻烦了，谢谢阿姨。他叫夏长安，和丁伟初中时就认识了。丁伟就经常来找我打篮球那个丁伟。你叫夏长安，对，你爸爸在RE工作，你妈妈是袁和晴是吧？你爸妈不是把你送到国外去了吗？他们在国外的项目结束了，爸妈就回来了。玉玉，送完同学早点回来，外面天黑。阿姨再见。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我爸爸之前是RE的研究人员，我妈妈也在RE待过。2年前，我爸爸去国外研究一个 AI 项目，那个 AI 不仅高度拟真，而且心理层面也有自主意识。当时妈妈极力反对，她说 AI 就应该像 AI， 不能像人。但是2年前，爸爸去国外，就没有再回来。妈妈因此辞去了RE的工作。这件事情，本来叔叔阿姨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就想告诉你的。是吗？那怎么不说？只是当时觉得跟你不熟吧。